好聊啊，老师，我说什么事哦？好像有。来，我们看这个。去吧，不要迟到。对吧？舒服一点。来，开车。唱体类，提神补身。诶，呢個咁唔好發到咁深，仲咁樣。記得每天喝 Friends。你有一那个啦， But at the same time, I have to 那 deal 么 with 小 this 力啊， discomfort. 你看， Since that once 不要这样子，要扶着我才， sense about it. 不要这样子放在这里。呢個係十二嘅，呢個咁嘛，咁近嘅不咩？要在这里，在中间这里，插在这里，然后插在这里就可以了。水果都有，看是不是？我说，你干嘛都不会呀、万众期待的 Prosperity 滋味回来了，启动麦当劳，扫描并领取丰富奖品，只需购买 Prosperity Burger 即可，订餐只需透过 Mac Delivery 或 Drive Thru，简单啦。熱啊！你不扫到手啊？
中世纪足球史上第6届赫达跟杰伊布足球明星马拉多纳生前的房产和座驾，即将被拍卖。他的5名 Happy birthday to me, Happy birthday to me。难度不是有这个声音吗？就是咯。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牡蛎珊瑚礁是美国沿海生态系统的基石，一颗小小的牡蛎每天可以过滤净化25栖息地。而美国当地就有一个名为密西西比阿拉巴马海滩出的。咁我退咗咩？过去20年，在马里兰、弗吉尼亚、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建造上千座的牡蛎园。快啲吹啦！只当是给小美 OK， 切啊！牡蛎成年之后，一直要检查山唔使啊，咁我切落去先，唔好搣先，而家咁樣切。 And they plant them on other reefs, okay? So what that does 嗱，来到密西西比我點啊？切啦！你呢個可以刮刮佢，可以刮乾淨。切啦！轻轻摇晃。嚟睇姐。 Prosperity 滋味回来了，挤在麦当劳，扫描并领取丰富奖品，只需购买 Prosperity Burger 即可，订餐只需透过 McDelivery 或 Drive-Thru，简单啦。 熱啊！你不扫老手啊？中世纪足球史上第6届赫达跟杰伊布足球明星马拉多纳生前的房产和座驾，即将被拍卖。他的5名 Happy birthday to me, Happy birthday to me。難度不是有這個聲音嗎？就是咯。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牡蛎珊瑚礁是美国沿海生态系统的基石，一颗小小的牡蛎每天可以过滤净化25栖息地。而美国当地就有一个名为密西西比阿拉巴马海滩出的。咁我退咗咩？ 过去20年，在马里兰、弗吉尼亚、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建造上千座的牡蛎园。 快啲吹啦！只当是给小美 OK， 切啊！牡蛎成年之后，一直要检查山唔使啊，咁切落去先，唔好搣先，而家咁樣切落。 from the gardens. And they plant them on other reefs, okay? So what that does 嗱，来到密西西比我點啊？切啦！你呢個可以刮刮佢，可以刮乾淨。切啦！轻轻摇晃。嚟睇姐。 1,700吨，骤减到1,000吨，跌幅将近70%。但随着职场的崛起，马里兰州牡蛎数量增加至少15000只。你不如扶着我走，你在我是一样艰难长的，就算你有战胜这要你咪派俾你嚟食㗎，你自己食先㗎，咁搞錯啊你！关键，你要咁樣樣，我驚我有冇得食咁樣啊你？必须你走够。那我去，神武将士，非洲长大的将军。 咁樣好而家諗我嚟啦，諗我哋點樣樣要餐牌都唔得，冇得水做得做，整啦冇變啦，整啦，我都有啲點咩？姐姐知道你有拎唔拎嘅，姐姐就特登唔去知拎，用佢個拎姐。好啦，得啦，我设施，你放不下我。